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你哋知唔知100年前嘅開平後生仔寧願日日食鹹魚送飯，都要撲去舊金山同古巴做金山伯。嗰陣百合鎮10戶有8戶冇米落鍋。舊時開平四圍山多地瘦，清朝末年兵荒馬亂，土客械鬥，民不聊生。好似百合鎮有個祠堂碑文寫住光緒20年3日來咗7趟馬賊，後生仔留咗鄉里，唔係俾拉去做壯丁，就係餓到面黃㗎。最慘係1912年淡江發大水，開平好多地方都水浸到屋頂。後生仔望住浸爛咗禾稈草，拎起鹹魚乾就跳上大眼計木船去國外揾食。你睇估金山伯係點捱世界？佢哋為咗省錢，將鹹魚吊響船頂曬足3個月，日日食到喉嚨生炎漬。等船到咗古巴甘蔗園，仲要扮會行路嘅鹹魚，俾鬼佬監工抽打。但係呢班鹹魚真係翻身。百合鎮周氏家族靠寄翻嚟嘅錢，起咗全鎮最威嘅碉樓，金箔窗花欠古巴水晶，大鐵門嘅舊金山英輝嚟。聽講1923年馬賊嚟打劫，見到碉樓頂支避雷針閃住金光，以為係洋槍炮，即刻掉頭走嚟。呢啲鹹魚翻生嘅傳奇故事，係咪同你家族太爺太嫲嘅古仔好似？你家族有冇金山伯嘅威水史呢？評論區分享下啦，點讚過千，我哋探秘碉樓絕密故事，關注我，下期內容好鬼精彩。